继续来关心这风台动向，苏拉风台继续伫咧变强，明仔载将有可能会升级做中度风台。不过，这粒风台伊的卡路有较奇怪，目前一停伫咧吕宋岛东北方的海面。根据气象局预测，拜五到后礼拜一，这暴风圈会先向南离开台湾，一直到29，也就是后礼拜二，才会翻头来向台湾。拜三时对台湾影响上介大，无排除伫咧拜二的时阵发布风台警报。概在30号、31号，预计会是这个台风影响我们最大的时候。自礼拜2开始，台湾各沿海的海况也会变得非常差。是以礼拜3、礼拜4影响台湾最大的话，我们不排除可能会有在礼拜2发布台风警报的机会。有气象专家指出讲，根据着欧洲模式资料预测，这苏拉风台有4成到5成几率会对花莲登陆通过台湾，也有可能对巴士海峡来通过。不过，这速度变慢，雨水增高，对台湾的影响就会变甲真激烈。按算后礼拜二，这方面的东半部就会开始落雨啊。